南欧参议员雷克斯将寻求参议院其他成员的支持，以认定中国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此前，加拿大和荷兰也通过了类似的议会动议。卫报报道称，根据他的说法，澳大利亚应与国际社会一道表明立场。他拟议的动议被列入参议员3月15号的审议内容，这将成为对主要各个政党的一个考验。上周，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族社区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活动，从维多利亚广场游行到南澳大利亚国会大厦，敦促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国对维吾尔族犯下的罪行是种族灭绝。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镇压已被国际承认为种族灭绝。中国当局继续以反极端主义为由任意逮捕维吾尔人。据东突厥散新闻中心获取的信息，东突厥散和田地区一名维吾尔男子因其宗教信仰被判长期徒刑。乌布里卡斯姆是和田玉田县人，是一名哈菲子，能背诵整部古兰经。他于2017年被逮捕，理由是从事非法宗教教学。据消息，他被判25年有期徒刑。他是被中国当局非法逮捕并判刑的数千万无辜的维吾尔人之一。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政党自由斗争党主席伊萨克·萨格兰表示，伊斯兰国家应该对中国的种族灭绝采取行动。萨格兰表示，加拿大和荷兰议会已承认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行径是种族灭绝。伊斯兰世界应该打破对中国的沉默。他说，由于其宗教和民族身份而被歧视多年的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受到系统性酷刑和同化，但被伊斯兰世界所忽视。国际人权组织多次有证据地揭露了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伊斯兰国家的立场是令人遗憾的，这些国家为了经济利益而一直保持沉默。伊斯兰世界现在必须对中国采取行动，并承认中国对维吾尔族进行种族灭绝。美国继欧盟之后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就俄反对人士纳瓦里内中毒事件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其中美国财政部对7名在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商务部将14个实体列入实体名单，同时美国国防部也将俄罗斯列入禁止出口国防物品服务的国家名单。俄反对派人士纳瓦里内按他的提前宣布的回国日期从德国返回俄罗斯。俄当局表示，纳瓦里内在莫斯科机场被拘留。俄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2日表示，这一切只是继续公开干涉我们内政的借口，我们不会忍气吞声，我们会在互惠原则基础上做出反应，但反应无需对等。中共战天斗地，引来灾难。3月1号，江西省气象局的一架制造人工造雨的直升飞机在江西吉安县固江镇上湖村坠毁，造成7上5人死亡，1名村民受伤。网上视频显示，飞机坠落在村民的房屋上爆炸，造成房屋被烧毁。关于直升机为什么坠毁，目前还没有任何解释。